来人，在，把这无礼的奴婢拉下去，打20杖。是。快点！夫人怎么了？啊，轻点！手都红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，你看都成这样了。别怕，我有办法。好疼啊！夫人，您再忍忍。哎！这是大蝎子草。蝎子？咬人比蝎子还厉害的一种草。当年我娘亲就是被这种草给害苦了。你娘亲也是宫里人呢？我娘亲是相妃，早就过世了。你也是公主？怎么穿成这样？在这种鬼地方？父王过世后，魏后罚我和弟弟在这里给父王守灵。好了，这草清热解毒，再过1、2个时辰，你的手就没事了。谢谢妹妹鼓捣热肠，来日郑秀有机会，必会投桃报李。不用放在心上。大王祭礼，拜！起！大王奠酒。月妹妹，是月妹妹吗？舒姐姐，月儿就想找你呢。月儿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月儿好想你啊。是啊，见你好难，我适才也到处找你呢。我刚好给一个面生的姐姐帮了点忙。那人是郑秀。这几年新晋的嫔妃中最受大王宠爱，去年生了位公子，大王将她提了南后的位分。不过母后很不喜她。宫中女子，除了你，有谁还能让魏后欢喜呢？宫中的姐妹也就属你最倔强，有的人可会讨母后欢心了。我正在尽力说服母后，让你和米荣回宫。听说屈原大夫也在想办法，你还不赶紧把嘴巴变得甜一点儿？月儿不会变，也不想变。回宫有什么好的？你看这儿，天宽地广的，多自在啊！就算你不想回宫，你也不替米荣着想。米荣已经10岁，她不能总在这陵园守灵啊。你们在这个地方，像庶民一样无声无息，野生野长。诗书礼乐射御全都与你们无缘，将来米荣总要走到人前去的。若是没有封号封地，他成人以后如何安身立命？再拜。起！退！众公子祭灵。祭奠已经开始了，舒儿哪儿去了？再拜。母后，婴儿适才看到有人硬把舒妹妹给叫走了。何人这样无礼，耽误了祭奠时辰？先王是要怪罪的。母后说的甚是，那人啊，本来就不曾受过教化，不知礼义廉耻。但婴儿最担心的是，万一他带坏了舒妹妹。退！你们在这儿有肉吃吗？好大的胆子！母后，韦后，多年未见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不堪。芈月不知做错了何事，让魏后震怒，还跟我顶嘴。
跪下！你自甘堕落罢了，还竟敢教坏我的舒儿！母后，此话从何说起？你可知今日来先王陵园做什么？时辰是已经算好了的，祭奠已经开始。你不在先王那儿尽孝，反而跑到这儿来跟芈月混在一起。舒儿忽略了时辰，是舒儿的不是。求母后不要责怪月儿。尽良者会，尽愚者痴。若不是这个丫头，你何尝这样不知轻重？母后，我拜见为后。月公主若是有何差池，都是奴婢的过错，望为后恕罪。我跟公主们说话，什么时候一个奴婢可以随便过来插嘴？贵贱有别，公主是贵重人，即便是出了过错，责罚也该由奴婢承担。一向循规蹈矩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把这屋里的奴婢拉下去。现在他年纪大了，打20受不起这20丈。是。为后让我回宫。母后，放他，求你放过魁姑。即便是先王之命救人，先王先世多年，那些曾在先王身边待过的阿猫阿狗，是奉先王之命以为可以来照顾弟弟得到先王？一向循规蹈矩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都是月儿的错。现在他年纪大了，受不起这20丈。王妃和魁姑，饶过他是魁姑。奴婢，待你们受杖那是本分。求你放过魁姑。你们还为了他，即便是先王之名救人，真是失了体。先王先世多年，好了，那些曾在先王身边待过的阿猫阿狗，以为马上到先王的灵前奠酒焚香吧。都是月儿的错，都是月儿的错，请为后责罚于我，放过魁姑。他是奴婢，待你们受杖那是本分，你们还为了他自请责罚，真是失了体统。姑姑，好了，祭奠时辰不等人，你们赶快起来，马上到先王的灵前奠酒焚香吧。放心吧，这20丈吉杖之上不会要了我的命。都怪我不好，连累姑姑挨打。傻孩子，这跟你有何干系？不管有没有理由，他都会给这个下马威。你还这叫杀威棒。放心吧，我恨他。这20丈吉杖之上不会要了我。咱们现在要做的呀，都怪我不好，施善，连累姑姑挨打，人到几时？傻孩子，人到我们回，这跟你有何干系？那个女人，不管有没有，姑姑心里清楚，她都会给这个下马威。娘亲和举姐交死在他杖里，我恨他。他巴不得你们在这儿自生自灭。咱们现在要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让宗室朝臣们留意到你们还活着，回宫。只要能回，那个女人在姑姑心里清楚，等你娘亲和举姬都死在她的手里，平平安安的。她巴不得你们在这儿自生自灭。你们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让宗室朝臣们留意到你们还活着。只要我一定回宫，在宫里豪上几年，大王到，我们就能平平安安的拜见大跟他到王。封地去了。臣妾拜见大王。爱妃免礼明白了，你可知道寡人有多想你？为了荣儿，为了我们大家，拜见大王。大王累了一我天了，一定忍。臣妾备了点薄酒，给大王解解乏。爱妃不忙。爱妃，你可知道？臣妾下去拜见下去。大王。爱妃免礼，你可知道寡人有多想你？自从上次你跟寡人游戏，拜见大王。捉住了寡人，大王累了一天了，即便是在朝堂之上臣妾备了，只要点薄酒寡人想起了你，那都是心惊摇曳，难以自持。爱妃不忙，今夜换寡人来捉你如何？哎呀，大王，大王，下去下去。你先别急，臣妾爱妃，有些事情想问问你。自从上次你跟寡人游戏，捉住了臣妾问寡人，大王，即便是在朝堂之上今后有，何只要打算寡人想起了你，那都是心惊摇曳，难以自持。屈子，今夜换寡人来捉你如何？想让那芈月、芈容回宫受教，母后呢就坚决不同意。你先别急，现在你又来问寡人臣，妾为何呀？有些事情想问问你。在陵园时快问，芈月曾帮助过臣妾。臣妾问大王，哦，你对芈月和她弟弟，臣妾觉得这件事情，母后就是太过于小气。今日真是奇怪。听说屈子芈月和她弟弟来向在陵寡人提议园已经守了6、7年，想让那芈月、芈容回宫受教，就算是给先母后王守陵呢就坚3年决不同意。这时间也够现在长的了你又来问寡人，为何呀？如果大王的骨肉手足在陵园时流落在外，芈月曾不受6艺之教，太失体统。臣妾觉得这件事情岂不成为世人就是太过于小气。
听说爱妃所芈月和他言极是弟子在陵园已那经守了就6、7依爱年，妃的意思，让他们回来。就算是给襄王守，大王这是答应了，这时间也够长的了吧。大王重情重义，臣妾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长期流落在外，不受等一6艺之会儿寡人教，捉到了太您，失体了。自然会让你佩服到五体传出去投地。来来来，岂不给寡人蒙上。成为世人的笑柄？大王，你来抓我呀！哎，那就依爱妃的意思，让他们回来。我在这儿呢。大王这是答应了，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大王重情重义，臣妾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哎，等一会儿寡人捉到了你，自然会让你佩服到五体投地。来来来，给寡人蒙上。大王，你来抓我呀！哎，大王，舒服我在这儿呢。大王，你快来呀！听说大王要让芈月、芈容他们回宫了。连屈子都在替他们说话，大王自然是顺水推舟了。那个芈月，自小是个害人精，微后可得留意了。母后，舒服吗？母后不用过于担忧。微后，因儿想将那芈月收进宫里头也大王要好，让芈月、芈容放在外头，太让她逍遥自连在。屈子都在替他们说话，再厉害的精大怪，王自也然是不敢在顺水推母后面舟前兴风那个作浪啊芈！月，自小是个害人精，这偌大的后宫，数婴儿这张小嘴最会说话。母后不用过于担忧。因儿想将那芈月收进宫里头也好，放在外头，太让她逍遥自在了。收进来，再厉害的精怪，也不敢在母后面前兴风作浪啊！瞧瞧，这偌大的后宫，数婴儿这张小嘴最会